自往2026年1月16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订立盟约的恩典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《申命记》第10章第1节到11节。现代台语版圣经《申命记》第10章。迄时，上主甲我讲：你着拍2块甲以前同款的石板，上山来我遮，搁用木材做一个柜。你顶回摔破的石板顶面的话，我要搁写伫即2块石板顶面，你着甲因下伫迄个约柜内面。我就用金合欢木做一个柜，搁拍2块甲以前同款的石板，然后亲手摕即2块石板上山。上主将伊伫大会的日，伫山顶的黑暗中对恁讲的10条诫，照以前所写的写伫迄2块石板。上主就将这个交代我。我活转身落山，照上主的命令，将石板下伫我做的约柜内面，到现在还伫遐。以色列人对亚干人的水井遐出发，来到摩西拉，阿伦死伫遐，嘛安葬伫遐。伊的囝以利亚撒续接伊担任祭司。因对遐出发，经过各高台到约巴他，伫遐有真侪条溪。迄时，上主拣选利未支族，扛上主的约柜，徛伫上主的面前，服侍伊，奉伊的名祝福，直到今仔日。所以，利未支族伫因同胞的中间，无分着产业。照上主恁的上帝甲因讲的，上主就是因的产业。我搁一遍伫山顶40暝日，即遍上主搁听我的恳求，无甲恁消灭。上主对我讲：你起来，带这人民进前，入去占领我对因的列祖立誓要互因的地。订立盟约的恩典。出埃及记32章记述，摩西上西奈山领受上帝颁布的律法的时，以色列人因为听候摩西久久无转来，得不安。因请求阿伦做神像来带领因，阿伦就收集民众的金仔，制作一只金牛仔像，向伊跪拜。献祭和公番，讲这就是带因出埃及的神。摩西伫山顶得知这个事，而且上帝甲摩西讲，伊要毁灭这阵悖逆的人民。摩西为百姓求情，恳求上帝莫灭绝因。上帝答应摩西的请求。摩西落山的时，手呢摕着上帝亲手刻的10条诫的2块石板，却看到人民伫拜金牛仔，袂禁得去甲摔碎石板。接煞，摩西甲金牛仔像氧化磨做粉，也点水呢，互人民啉落去，搁命令利未人提倒听法。结果迄日约有3000人死亡。最后，摩西再次恳求上帝赦免人民的罪，保存人民的性命。若无宁愿家己的名字对上帝子民的名册顶面受抹消删除。上帝讲，伊会惩罚罪人，但是也会引带伊的百姓向前行。今仔日经文记述，上帝再一次吩咐摩西，爱拆出2块石板带上山。伊要甲摔碎的迄2块石板顶面的话，重新写点
即两块石板顶面。这个命令是上帝恩典的主动邀请，伊无因为以色列人的罪恶就断绝关系，反倒是主动提出订立盟约的行动。上帝伫自我启示中捌宣告讲：上主，上主，有仁慈恩典的上帝，无快受气，阁有丰盛的慈爱甲信实，持守慈爱到千万代，赦免罪孽、过失甲罪过，一定袂甲有罪的判做无罪，要追究人的罪，对爸到囝到三四代。摩西也数次恳求上帝同行，带领以色列人民会当进入伊应允要赐予祖先的迄片土地。上帝立约的应允，毋单单是个人甲伊之间的约，搁较是一个集体的救恩呼召。摩西摄取法版的警方，是上帝对悖逆者的严厉审判。但是第二遍将十条诫重新写在两块石板顶面，是上帝赦免甲怜悯的记号。上帝的怜悯，互人伫破碎的关系中再次体验伊的恩典。咱生命中甲上帝的关系，也捌存有摔破的石板无？是毋是捌为着厝家避乡，伫生活中顺应民间信仰的神明、法术、命理，背弃上帝，就亲像以色列人忘却上帝，才是一路引带因的主。当咱愿意重新归向上帝时，将会发现上帝并无弃绝咱，伊愿意主动将破裂疏离的关系恢复。伊爱咱有备新版，再次返来到伊面前，甲伊重新立约。亲爱兄弟姊妹，互咱回想捌谈过主恩的滋味，选择弃绝偶像，回归上帝恩典中，将伊的话语重新刻点新版，专心倚靠伊，活出新的生命见证。默想，将上帝话刻点新版，是偌尔啊大的恩典，我安尼行无？将上帝话刻点新版，是偌尔啊大的恩典，我有安尼行无？咱来祈祷，我有慈悲怜悯的上帝，感谢你伫我悖逆、软弱、跋倒的时，犹原用慈情爱惜牵引我。我愿意重新立志，将你的话语刻点新版，日日更新，活出你所喜悦的生命。奉主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你身心灵拢勇健平安。